一个600多年历史的古寨，有趣的游戏，漂亮的服饰，年过8旬的老奶奶，为何能号称世界第一？她到底有何才能？一个古老的旧物，不能摸，不能碰，如何能成为全寨人的主心骨？又为何它一出现就预示着不好的事情发生？苗族古寨里的谜题到底如何？敬请收看本期乡土，探访苗族古寨。今天要带您去的地方呢，是一个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苗族古寨。一来到这儿呢，我们就听说了好几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。头一件哈，最出名的就是这儿有一位年过8旬的老奶奶，她竟然留着一头号称是世界上第1长的头发。不过奇怪的是，老奶奶并不是有意留这么长的，而是有着她非常不得已的原因。除此之外呢，还有一件事儿值得一提，就是在这个古寨里呢，有一个镇寨之宝。这个宝贝并不是值多少钱的古董，但是当地人却对它顶礼膜拜，而且这个宝贝轻易不能出现，一旦出现就会被认为是有大事情发生了。那除此之外，我们的编导还有不少意外的发现。我们的摄制组刚到村口，就看见一群人，只见有2伙人各围着一个大陀螺叫喊着，看这架势，应该是在比赛。现在是看谁转的时间长，是吧？赢了！我们还真没猜错，寨子里的2伙人正在进行着打大陀螺比赛。打陀螺我们是常见，可是在土上打这么大的陀螺，我们的编导还是头回见着。您看，就连转动陀螺的方式都是那么与众不同。看起来也挺容易的嘛。这不，我们的编导小丽也忍不住上去试试身手。这个最短啊！您瞧，刚上场，小丽连陀螺上的绳子都绕不上去，这下可丢人喽！已经很长了。准备好了！哎，快一点！哎，我说小丽啊，咱可别再丢人了，这个水平比赛，您可是必输无疑啊！上面这是嵌到里面的小钉子啊，这个叫钢钉。钢钉，哦，最大的就是这么大吗？比这个大还有。好，你们都玩这种吗？我看我们这种也有。我们小的时候都玩特小的那种。老是能被吃。前几轮比赛2伙人都没分出个胜负，这会儿大伙儿可都是卯足了劲儿，胜负再此一举了。哎，得，交进去。啊，得，你上场。我知道了。现在是干嘛呀？啊？现在是干嘛？上油，顶上油，给它多活得几下。这比赛当中也可以上油啊？可以的，可以，不算作弊啊。这个样了，要想让这个陀螺转的圈数比较多，不仅要选上乘料，做工也是要求很精细的。好的陀螺在比赛当中自然是很占优势的。这2个陀螺在几位大哥的调教下，稳稳当当的转了起来。可是转了半天，却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，盯得我们那是头晕眼花。好像不分伯仲啊，差不多。差不多。20分钟。10分钟了。为什么要垫这个竹片子啊？这个泡嘛，我来这个土松，如果是那个土是绑的，不需要用。哦，这土太松了，等于说它在竹片上转了啊。谁赢了之后有什么奖励吗？谁赢了谁就是奖一头牛。哦，就是放在那边的牛。一头牛。就是谁赢一把就奖一头牛。啊，就奖一头牛。不是要赢群酒。啊，群酒他赢了他就奖给他一头。如果你加个油。哇，那这个奖励很好哎，这牛不少钱呢，怪不得你们这么拼命的。这个陀螺像这个现在可以卖2000多块。啊？这个陀螺就值2000多块。你说这个陀螺就值2000多块？为什么这么贵啊？这木头好。木头也好，一个是撞的好，要撞的好。所以最贵的是多少钱呀？这个最贵的好像是我们在这里最贵好像比那个大一点啊，卖了3000多吧。3000多。原来谁能赢得比赛的胜利，要看哪个队伍的大陀螺转的时间最长，坚持到最后的队伍就能领走一头牛。好。
没想到这个打陀螺比赛的奖励竟然这么的丰厚。据说在寨子里，每逢重要的节日时，大伙儿都会凑到一起打上几个回合。这项活动也是最受村民欢迎的一项竞技活动。胜负已成定局，看起来是一家欢喜一家忧。不过比赛虽然结束了，但大伙儿好像意犹未尽呢。哎，这看起来像射箭，不过射出去的不是木箭，而是圆圆的弹丸。听他们说，这是当地另一项很受欢迎的游戏——打弹弓。据说是村民在放牛时打发时间，或者打野味时经常玩的游戏。您看，这伙人玩的花样还挺多。先是射瓶子，没多久又换了个高难度的射乒乓球。您看出来没？一个年轻小伙子的射击水平实在是不敢恭维。据说是他们早就不放牛了，都是出去打工，所以这项古老的游戏只在上年纪的男人当中流行着，而且在他们当中就隐藏着一位高手。哇！这位大哥可谓是射得最准的，不仅如此，他的装备也是最齐全的。哇，用这么多干嘛呀？就因为你们没事的时候就玩这个东西。这明显就是巧克力。怎么样？看到这些子弹，您联想到什么？您会不会跟我们小丽想的一样呢？把那个土挖过来，土呢一般要用那个蚂蚁。那个我们地方叫的响蚂蚁抬上那个土啊，就蚂蚁窝上的土，拿过来就再把它靠上啊。靠的普通的土是不行的，普通的土是行，但是它那个硬度不在，打出去就炸了，但这个不会炸了。这一个弹丸做起来可真是没少费事儿，还好这几位大哥的手比较快，不一会儿功夫，这一半泥土都被揉完了，基本上一样大。均匀一点。我看他这个做的就很均匀啊，基本上有点像机器做出来的一样啊。这样分的时候就大小都一样啊，分到均匀一点。你看，搓动子。哎，大哥，你这手里搓着几个呀？6个的搓的。你一个手能搓6个啊？你这么搓就不会粘在一起吗？不会。而且还能每个球都一边大。我是都分开搓的，你看。哇，人家都是一个一个搓，你搓一下搓6个。哇。这个很大小很好哎，每个都一样的。一样的。厉害！你一天能搓多少个呀？有没有算过？1个小时就可以搓200个了。1个小时能搓200多个？哇，你搓那么多干嘛呀？打鸟啊，打牛啊，又是蹦床上啊，那些个打。去把老搓啊，那些嘛个。你就边走边搓吗？不是放牛时候嘛。休息的时候。放牛的时候休息的时候就开始搓。是吧？1个小时就能搓200多个。200多个。我看你搓几个了，阿涛？搓1个。你只能搓1个。你的手可比大叔的手大多了。年纪轻没有技巧。还没练好呢。这光揉好弹球放在地上还不行，下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。这要烤多长时间？哎呀，我辣的话呢，多放就是行。越行。听当地人介绍，这个看似很简单的打弹弓的游戏，其实在古时候，这弹弓也是男人们打猎时的重要工具。刚才我们见到的多数都是男人，男人们喜欢玩各种竞技游戏，而寨子里的女人又喜欢做什么呢？哇，它这个头饰这个地方好尖啊！这个是它里边全部是头发，你看了是不是像绑了一根棍子？对呀，我还以为这里面特意装了一根长棍一样。不是，都是它的头发。这个我们苗族的叫包头啊。这个要6.6米。就是这块布就要6米多。对，6米多。这一块。没想到包一个头饰要这么费劲儿，而且这形状更是有些古怪。包头干嘛这么费劲，而且这么尖这么长，它有什么作用吗？起到什么作用？有的，这个你看它这个包头嘛，就是像不像这个？
啊，您说它这个包头是模仿这个剑的形状做的？对，就是弓箭了嘛。射弩是吧？对，他的弩，所以非常的怕这个，所以说是这个男的都上狩猎去了，女的在家织布，在家这个料理家务啊。他所以说是他的为了避免一些外族、别的民族还有野兽来伤害家里人，他们的族长就想了这个一个办法，就把他们的头上的这个包头，他们织的布全部做在头上，把它做成了这种形状。外族人看到以后就觉得全部苗族寨子里面全部都是箭头啊，就给外族的人就一种假象一样，就好像他们全都是弩一样。对，不敢进到我们寨子里边去的。您别说，这形状还真像古时候箭头。原来聪明的苗族人古时候就懂得用假象蒙蔽敌人的眼睛，